这样子，那个我们徐哲伟老师，哎，我看到你这身打扮，他会想到一个人。是哲伟老师硬逼着我要讲的。I love you， 我爱你。他说也蛮像那个，真的，讲是走秀啊，你看，好 Canon。那么他是用古早的这个，你那个有点像 T 档哎。大擂台，老日衝下來啊！各位前來歡迎你姊妹大家好，我係羅斯峰。大家好，我係客家甜心朱慧君。今年新的幾個開線啦，哈，前面禮拜還有4禮拜嘛，哈。哎呦，一禮拜唔啲，因為有一道嘅好上面可以嚟衝出嚟俾觀眾朋友睇哦。因為一道位，安尼啊，參賽朋友留下來一道位，哈，安尼回家吃自己哈。希望通通能過關啊！好了，比賽之前都要介紹呢金牌評審團。一家秀先生、齊志偉先生、羅公明先生、齊思碧先生，還有這位先生介紹題。哎呀，按道禮拜哈，安尼節目當中有新的一個單元，安多獎金挑戰賽。竟有好看的咯！哎呦，好看的哦，對呀，好看的哦，哎呀，可能是哦，有一個母親，嘿。今日挑戰賽的親子合唱，好，那叫親子合唱啊！我剛看到好像郭子合唱啊，哦，原來那叫親啊。郭子合唱。所以媽媽帶2個女兒，這2個女兒還雙胞卵哦。雙胞胎啊！雙胞胎啊！哇，那一定會等一下嘅啦。對啊，都等一下對啊。好來，來看佢啊精彩表現來。歡迎劉飛琴。細細嘅世界，愛就愛從山高，無馬甲為讀書，絲毫從山高。欣賞高愛從長夜淚絲啊連，偏偏愛就愛從頭髮開。春夏秋冬南偏北偏，愛又過了10個年，一條來來都緊張地學，從此愛散散。世界愛就愛從山高，無馬甲為讀書，絲毫從山高。欣賞高愛從長夜淚絲啊連，偏偏愛就愛從頭髮開。春夏秋冬南偏北偏，愛又過了10個年，一條來來都緊張地學，從此愛散散。頭髮開。
哇，这首歌好有味道，好好听哦。哎呀，谢哇，谢。自己创作的是不是哎？Vicky 是去给创作的。对，嗯嘿，哇，懂我们要给他机会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哦，来，对自难得己介绍一上节目来。下哈。哎呀，妈妈先介绍来。哦，我係劉慧卿，做東客家人。我上個寫東多歌舞係做啲本台語老聲音嘅強下床的。哦，總共寫了多少了？我大概這一年我寫了，現在在寫第6首。第6首對都是親子可以合唱的歌。 3首，其中3首。對。那你們叫什麼名字？我係珊珊，珊珊珊我係婷婷，婷婷，珊珊，婷婷。对，好那这个2位小可爱是你的是，千金啊！是，哎你看起来很年輕呢。哎呀，冇呢，我40歲呢你。真的嗎？還以為你16歲就結婚了。啊，保養得很好。謝謝媽媽看起來很年輕，對不對？有沒有出去常常說這是你姐，那是你大姐？有有。哦那你要保養。你說他們對他要保是，養。所以媽媽，你有接多年有參加呢客謠歌語創作比賽係嘛？是對，不過我全部都會寫，做啲台語撈寫寫哦一起跟我合唱唱，對。哦，所以你就是因為這種關係，所以這個是啊親子的，感情然後再來就特別好是因為我們在台中海線，他們要學客家話的機會凍少，所以應該是用下溝的高級的講下。哦，不過剛剛看他們這樣表演，就是哎呀，哇，好專業哦，而且聽起來好和諧，好好聽哦。爸爸也很優秀啊嗯，爸爸在那個攝影方面也很厲害。只是因為爸爸很亮眼，做記錄而已啊，還是爸爸很亮眼，穿他今天一個，穿得很像消防隊，然後外面下雪，可能穿雨下雪對好像外面指揮交通的啦，對對對對，對，哦，全家都來了哦，對好棒哦哎呀表現得很好。啊，那唐一下，哎，徐世偉老師，哎，我覺得他的感覺跟你也很像應。該是很像的。哎呀，今天算是非常感動的感覺，對我來講很興奮啦。其實慧卿去年參加流行音樂節，他帶着小孩去比賽，我剛好評兒少組，對所以我第一次認識他啊，有印象，一定有印象，因為太顯眼了。係啊，對我來講，就像我看到我亞哈帶我兩個妹去下來表演。嘅意思係同樣那種心情是一樣的，只是我沒有福氣生2個雙胞胎啦，但是我還是分開來生了2個。硬東湊西湊湊了2個，對不對？東湊西湊湊了2個，不過那種感覺真的是讓我覺得好像自己在看自己家人一起表演那種感覺。所以 Kimi 其實本來我一直都說我們在客語傳承上面，我一直講，其實對我來講，我是5年級生。我會覺得我本身有，來了，不用。謝謝。我是5年級生，那我最主要講的是，其實有很多客語傳承在我們這一代已經中斷了。因為我們不太講客家話，鼓手呢出外打拼了以後就懂手工，所以呢看到有人然後來做空光的事情啊，剛剛這個覺得還蠻有伴的哈，覺得感覺很有那種衝勁。我會回去，我會跟你一樣繼續努力寫歌，看做在空好了，聲也夠卡才更多的客語互動。對，好，今比看到還對我來講一種感通，也是一種覺得是說，哎，自己覺得有伴的感覺，好，感覺很好，謝謝。安子安子，好來，好，按精彩的表現，看一下分數，看有辦法拿到獎金冇，好嘛？好，繼續來看劉慧卿的分數。 98分啊！啊，我有看錯嗎？啊，真的哎98啊！我以為我會滿分對啊，我們滿分1000分。啊，沒了，滿分100啊！哦，98很厲害，所以好厲害哦獎金呢，當然就挑戰成功了，好不好？哎，馬上搬上好，3萬塊啊！哦，3300。哦，那個牛哥說他都要補，對，他會補齊哈。 3000塊獎金哈，這個象徵意義啦哈。請注意啊，真的，你們3個這個合唱真的非常的和諧，好棒。以後都來我們節目，好不好？好，好，安之 C 啊，安之 C，謝謝你們啦，謝謝。安尼看到佢啊精彩表現以後，按接下來進行按今日流行歌曲組的比賽來。係
会先挑战赛比赛规则，每一位参赛者唱一首歌曲，分数31分以上就过关。今年汉语剧团的比赛，分数还冇达到31分就强势淘汰。好，哎呦，沙下来呢流行歌曲做比赛，比赛只要唱安尼欣赏来说明下比赛规则哈。有请到叶家秀先生。来，好，根本都在海鲜啦，吼，海鲜的根本说天每礼拜了嘛，吼，清明礼拜，清明4礼拜嘛4礼拜嘛，天每咧嘛，吼，天每天每哦，天每吼，哎，然後強到啦，不用強，清明，清明，不用強鬆啦，吼，注意節拍，哦，還有飲準，哦，不用強鬆，莫緊張，係體好，莫忘詞，哦，加住。两大忌讳最好不要犯到，好不好？安之谢谢哈。啊，你今日有請 TV 參賽朋友，來自新竹市王秀英帶來天后松。我來談看啦。今年已經歡喜來參加一個農業大擂台一個節目，希望這個有信心可以過關安尼。一位阿姨啊，阿姨，有煲唔出煮冇？啊？冇啦。應該煲嘅呢傳統煮上出嘅哈。一個緊張我啦，開玩笑。怎麼了？為什麼唱完要對不起？早上都唱得很順，很好，有麥克風。剛剛也很順啊。很順啊。對啊，而且你個聲音怎麼那麼年？我剛剛眼睛還刻意閉起來，聲音好年輕哦。哪個意思啊？聲音好年輕，按你呢？本人有沒有？有氣質啊。哦，謝謝啦。你特別着貂皮大衣來幹邊啊？哎呦，哎呀，你着一兩碰先生，你着貂皮大衣。哎，真的，剛剛聲音哦，真的好好聽的，他的聲音好奇特，好奇特，好奇特。你不要再亂誇獎人家了，歐北公真，好好一句話歐北公。唱高一下，好，謝謝啦。好嘛哈。請問一下，葉老師，他今天其實哈，實在講哦，從頭聽後了，各方面來講呢，謝謝老師。就是就是緊張啊，緊張啊，冇咁危險，佢費事。冇，我嘅意思是講哦，實在講緊張會影響很多事情哈，所以我希望你說你要不要莫緊張，真的要很放心啊。那
你会看有调词嘛，对不对？有唱作歌词嘛，然后他觉得对观众对不起，所以你看干部工，这次比赛的感觉就是来参赛者的那个心态，就是觉得说，站在台上就要跟观众，应该要表现得很正常才对，对，这个才对，这个精神多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哇，那怎么办？啊，那怎么办？没办法，看分数。看分数，我先看分数啦，哈，秀英姐。好了哈，好。我要紧。接下来看王秀英的分数。这个真的是很可惜差一分，差1分呢。这为什么不想保他一下，给他赏颜暗后啊，对吗？其实你想要保啦，不过加上正经同吼，你看连叶老师按严格的人哦，他都讲不出来给他缺点在。可是他的缺点就是唱得很没有自信跟辣词。不过一开始就讲比赛规则，你还比赛嘛哈？对呀。因为落实对呀，最大的机会。倾向于保，唔讲我希望你虽然分的一点点分数的差别，我希望转去克服紧张这件事情，再过来好不好？拍谁呢？其实我不是紧张就是突然之间脑袋空白哦。因为我早上等一下，现在老师那边有争议哦。等一下，老师你们要打架？不知道是怎样。快了。其实这一分哈，因为刚刚呢嘉修老师已经讲了，又是叶老师的问题。那当然不是，因为他主评嘛，孤受给刚刚说了他的立场，然后现在因为那一分是在我这里，所以基本上其实刚刚秀英姐哈，你刚刚补，虽然说基本上我们是比赛啦，其实要加分其实是不太可能会觉得我们有一些为难。不过其实纵观了所有的你的状况。其实看得出来，你就是很有自信的想要把它唱完，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意思是，对，意思是没有扣分，没有，我没有要扣分，没有，要让他过关吗？对啊，是真的，我让他过关，因为呢，我们4票呢，4票里头3票觉得都赞成加分，所以就加分。好，所以你变8分，超8分，3个8分，1个。还是死骨不化的7分，那这样还是就过关了没？哎呀，31分。过关了，对不对？过关。报下。谢谢四位老师，我下回会加油给你们看。对呀，下回吃要带来了哈。不好意思，我打拱起。恭喜啊！恭喜！啊，恭喜！回座休息哈，回座休息。要替白天的节目当中哈。破纪录，破天荒。啊，撒下来的朋友莫紧张哈，歌词记得就好。準備好嘅啦哈。莫搶拍嘅啊。啊，我嚟哦。撒下來。來自桃園北的黃碧蓮帶來農村遊。來，彈啦。準備替白嚟參加鬧熱大擂台。希望我能夠順利的過關，希望大家。有天悄悄風，兩苗深。春云杭州，不可高西东，老牛老农，漫步田园中，涟漪震当空，勇敢冒生风，出梁梦飞通。辛苦就是给予哦。好听。
这位小朋友啊哈。哪有我被喊你小朋友？啊，今年几岁呀？啊，你不是小朋友，还小可爱。小可爱。小可爱，真的很可爱啊，很可爱，很可爱。对，这很等一下哈。真的很可爱耶。小巨人呐，对，又唱那么可爱的歌，对不对？哦，你白冰冰看到你应该很开心哈。啊，终于有一个啊，比我还娇小了。很坏，很坏，会很在乎人家谈到你的身高吗？不会。唔會啊，因為當然係我小朋友，咪當然係我小可愛，我全部嚟夾書。其實這樣比較吃香你較是熊呢哈。那你介意告訴大家你有幾公分嗎？我14年而已。好，小巨人不小可愛啊，因為帶了呀也是很可愛的一首歌。輕快。係啊，唐乃威先生的，羅老師，準備要傾分數。我們緊張做乜咯？沒緊張，沒緊張，我完全把我自己沉醉在那個碧玲姐姐小可愛身上，因為她講話是這麼樣的開朗有自信，過去衝過，好像要講歌聲哈，狗聲要衝過再充電。其實碧玲姐姐你個狗聲，你的聲音很軟很細。同適合唱一種較傳統嘅流行歌曲，客家流行歌曲哈。剛才建議海拜就朝這個方向，因為這是你的強項嘛，這是你拿手嘛，你就朝這個方向去選歌去唱。我相信今日表現呢，並沒有拿出10分來，因為第一次上台，每一個人都會緊張哈。你要先習慣跟你的緊張和平共處，難拜你才會習慣他之後，你自然就不覺得他是緊張了。他既然不是緊張，你就不會緊張了。好，我都是這樣建議人家來克服緊張了，因為緊張根本克服不了的啦。每一個人都一樣。真的，我們就學着跟他和平共處哈。我們自己本身也在舞台上的。對呀。有時候緊張的時候就是緊張。就是緊張嘛，在什麼 super star 都會緊張啊。你跟他習慣跟他相處以後，就不會緊張了。我還跟一樣呢，當你不緊張的時候，我還對你很有信心哦。假使講你的緊張慢慢的消除以後，你還可以表現一天會越來越好。記住我給你建議的那個方向去選歌。加油加油，繼續留下來，歡迎你哈！加油加油！好，安尼看一下大家分數啦，好嘛？好，大家來看王碧玲的分數。我後來發現你應該也是看外表的。我沒有在評外表，是他評。好特別嘿，穿成這麼古裝跳雷鬼這樣。我不曉得他會穿這樣。接落看王碧玲的分數。加油啊！冇問題，哎呀，以後就封你叫小可愛小可愛哈，恭喜啊，恭喜啊哈！安子生，哎，拜看你的頭皮看到按清楚。安尼，你我頭腦是個講法，我看到什麼？好啦，安子生哈，恭喜哈！安子生，好來回座休息哈。替大家安排走。安排一下哈。好來沙來。相同來自桃園幸福。黃山米今日從門一塊錢就滾來。真啦。今日體育台來參加農業大擂推介節目，希望有好嘅表現，就嚟過關。
呦，他就是不弹那个这样子。你好，你好，你好。对呀，你们现在年轻人为什么那么节俭呢？然后后面那一趴也要省一下。勤俭就是一个美德，对客家人的美德。哎呀呀呀！对，哎，你好，你好，哎，你好，第一拜来哈。哎，对啦，第一次来，但是很说来话长啊。对，怎么样？因为去年6月份的时候有来制作单位通知我来参加，可是我要上课又没办法。后来又第2次来叫我来参加，我又是上课没办法。那你上礼拜6一直放歌，都礼拜6上课。对，在研究所上课，所以研究所上课，所以刚好我现在放寒假，所以不能再推脱了。哦，那万一你又过会发？那到时候要再那你刚好我们没关系，我3月份论文口试过了，我就可以来参加。是，好，那希望你那个都能过，好不好？好吧，希望了。这个也能过。因为我想说，我唱得不好，没有联络我，结果又联络我，这个单位太好了。我请大家多多踊跃参加，报名电话在这里。谢谢你。这好与不好，这个也不是我们在讲了哈，没去跟你讲了，还是要看老师啊。对呀。老师拜托了。好，来，老师拜托一下。这位老师，嘿，你要拜托你哈。哎，你会讲客语吗？会，哈。唐爱生哈，唐爱生。正经，哎，唔过人家4位老师啲个上讲，當無腔客家人咧，因為佢有啲咬絲啊，冇按標準，還有佢生嘅無腔客家人。看得出我生嘅腔客家人。你都當腔啊？係啊，客家人。冇啦嘛，我意思講，有場時哦，因為，但我們沒有在評外表，我講嘅係，我們還是回到，他有在評外表，他有沒有，是他評。我們其實我講三米哈，我相信一定有實力。唔講你一方面緊張，一方面可能天時天寒，你後來懂很的嘛。好，你偷了首歌曲，其實他音域還蠻高的，一開始人聲嘅人都喊唔下去嘅，後尾當歌你又唱唔上去，我彈到我就印象哎。再用力一點，再用力一點，我都幫你夾緊屁股了。可是你又冇衝出來哦。每一刻，牽出滾滾浪。還有一個地方啊，唔定要買練歌誒。呢下首歌曲係東洋曲，古時候講它有很多轉音嘅地方吼，你都冇做好。有時候唱歌誒，除咗依靠以外，你要靠想象。譬如講，心跳變輕鬆慢慢來，有冇？要像上樓梯再走下，慢慢就當中上去一下就跌下來，跟彈起來就很像一個很不負責任的唱歌的方式。練歌的時間，你唔好講，我這個這樣滑過去不會有人發現，錯。有場時你越是這樣想，其實越放大你的缺點。你啊動到記錄呢，譬如講數過來啦，還有。傳前時期來，那轉來轉去嘅地方，一聽到特雜音唱得當精準，你就想象除了爬樓梯之外，還要想象說我上打到前面那個點，然後靠想象，我相信有技巧，唔過我知道你唱歌缺了一點點想象力，你這個詞款啊，我咩唔啲其他老師會幫你歌講嘛，還有最尾一點，所以你特基嘅美音嘛都跌退咧，嘅表示什麼？表示你的氣不足，你回去可能要好好的練一下你的肺活量，好冇？我喺有歌講嘅話，我希望我攏講咧缺點改正，我知道你做得行到下籌錢，好冇？加油！安尼就來看一下分數咯。來看黃三米嘅分數。好。過關呢？家堂人哋廣東係上過啊，估計先專業好好讀書好咧。我之後比佢標準較高啲位啦。所以講過關唔過分數冇幾好看啦，我知道佢應該要有34分、35分的實力哦。我知道佢比緊張，一方面可能狀況也不是那麼好，知道嗎？好了，這樣的理由可以嗎？謝謝。我後來發現你應該也是看外表的。這個評審怎麼很像？沒有啦，你這樣講就對不起海軍了，不然我怎麼跟他那麼好？我就沒有看到外表。謝謝老師。
很明确的抉择哈，也恭喜你，恭喜恭喜，加油！过关了。对，哎呀，那论文也好好写一下我一定会努力的。歌也要好好练哦，可以。谢谢啊！来回做休息，按姿势。好来撒下来。来这头也是靠练，金标冲一下练琴。来，弹看啦。第一次参与这个节目，希望这次歌唱比赛能够顺利过关。小巧又玲珑，真的名副其实。哦，然后比刚刚那个高一点呐。又高一些。哦，罗时峰哥。哎呀，朱海杰好。朱海杰。朱海杰。他金姐好。你好。朱海在那个澳门有没有？在进去那个长江。朱海。对，不好意思。你会紧张对不对？不会。不会。所以你故意叫错我的。对。啊。有印象第一拜来了哈。对，第一拜来的。第一拜来。没下赶你了。不是，我听你学，你讲什么都跟你学，讲什么会的吗？那你是？我是闽南人。闽南人呐。对。那怎么会唱客家歌？觉得好听。觉得好听。对。还是有去那个跟朋友一起参加什么歌唱班，对吧？没有。没有。没有。那你怎么会想要学客家歌？除了好听以外，好听受到有什么影响啊？还是说你有看到哪位歌手会唱的人哦，多学一点不一样的语言？哦，对，所以我就逼我自己学。哦，对，还是你老公是客家人？不是，不是，都不是。人家或许还没嫁老公，他叫我朱海姐，你看应该是还没嫁老公。因为我看佢作业土三，我想讲他可能有加入那个什么歌唱班啊，有嘛？歌唱班常常就会出去表演嘛，我表演时间就会作业种啥嘛。有一半啦，只是说觉得客家歌就有点稍微闽南，有点像国语，也蛮好学的。蛮好学的，对，那是你有天分。哦哟，是啊。对，然后就觉得就慢慢的把它听一年，然后再来。学了多久？哇，学1年。学1年，就一首歌听整代12首。那你就刚刚那一首歌就学了1年。那个是后来慢慢学的。对。现在学了几首歌了？很像有20几首了。那你学20几年了？没有20几年，一首1年。没有，说一首没那么多啦，1年多。我20几年。现在才几岁，对不对？对，不好意思，没啦，吴巧妹，对，你比较年轻啦。对，开玩笑啦，不要那么对拘谨。我知道。先来听许世辉老师讲评好。公平。巧玲妹妹你好，嘿，很难得，应该算是我们也因为不是客家人，所以。我们很鼓励不是客家人的朋友一起来唱我们的客家歌。我如果讲一点客语，你听得懂吗？有一点点。一點點好 ，OK。今邊阿蘇各位能嘅下練琴，其實基本上我先講你的優點哈，其實你的 pitch 還蠻準的，好，你的 pitch 真的還蠻準的。主要講，你在聽音樂的律動上面都沒有什麼問題。那我們先這兩個部分，我們都覺得還不錯。那現在基本上我有一些需要建議你的地方，第一個就是因為我們簡單的先講服裝的部分哈，其實我們是流行歌曲，所以其實是說
我们会希望，因为你长得很漂亮，所以我会希望说你在服装上面的一个表现上面不用刻意的传统化。原因是因为我们客家族群现在目前我们评的是流行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再让自己自然一点。好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的深绿的部分呢，就是我所谓深绿的部分，就是身体的律动。深绿，我们在歌唱比赛在讲政治。身体的律动，身体的律动上面可以再放的自然一点。好，因为我觉得有点生硬，好，有点生硬。好，那第三个就是你的音色还蛮不错的，不过那个声音的频率太平了。哦，好。其实你的表现上面，你就得把你的 level 再稍微拉宽一点，无牙上出来上全部安尼平平，大鸡弹起来就平平，安尼感觉讲没有什么表情。好，这是比较需要我觉得需要建议你的地方。好啊，所以基本上大致上都还 OK 了。好，谢谢。好，谢谢。尤其他今天有精心打扮啊，其实他很表现出他很大的那个诚意的，配合歌曲啊。你们这段穿成这样子，那个我们徐哲伟老师，哎，我看到你这身打扮，他会想到一个人。李秋霞老师吗？好，李秋霞。对，是哲伟老师硬逼着我要讲的。哎呦，秋霞老师 ，I love you， 我爱你 ，I love you。没有，他刚刚说像那个，他逼着我，没有，没事。他说也蛮像那个郭美珠姐姐的。好啦，看分数啊，来看分数。大家来看靠您的分数。好嘞。恭喜32分过关，谢谢你啊，恭喜哈，谢谢啊，过关哈，谢谢，好啊，后面还有很长的路哦，要拼了，好不好？好，加油哈！好，好来撒下来，相同做差唔多嘅上哈，嚟自桃園市羅別鎮，我帶來客家舞嘢，嚟彈卡啦。那入去第一擺來參加鬧熱大擂台，希望我今本夜可以平安過關，好，安子說。山公诶，高山嘹亮好生长诶，好啊好生长，一对木竹烟悠烟诶，喂喂，名饮水也令人挂心肠。心肠诶，人家情梦万送，情花梦万开，你有本爱都一双，恩恩爱爱，祈求天长诶。不真之好，今日本来看到太阳神。哎呀，啦，因为按活泼，哎呀，又按讲，上按讲，哎，客家妹的妈妈。哦，哎呦，做妈妈呀！你多大生日呢？啊？看镜头条作文。哦，说妈是差不多是锅条。也别吃锅条，啊，偏嘛是锅条，啊，你吃哪？你吃哪个生日呢？哎呦，个公安和身材拢冇。那安要学咯。而且我一直在跟他聊天，有人敢讲过歌唱一的巨星吗？哎呦，像巨星。不是蔓延，只是你是迷你版的。哦。白冰冰啊，不是。又要来流水年华。
有没有像？有人讲，嘿，有人讲过，对不对？有没有像凤飞飞？菲菲姐，我唔敢比啊。哇，那个神韵好像哦，很像哎。是有人讲过啦，对不对？不过佢巨星啊，那敢听比？某一天有你马变巨星呢，冇呐。哎呀，年龄也那么大了。对，按你模仿一下凤飞飞。好，反正你就带摸哎。不要。我来开玩笑，有机会吧，好不好？我相信今日创作完后应该会过关。希望啦哈。来，先谈一下欣赏的公平啊。叶老师，金英琴会唱到前后哈，还有哈，觉得很活泼，金英唱哈嘎摸的那种感觉哈。因为连唱带跳其实是很不简单的。然后而且像第一次，应该在我们节目第一次上来嘛，对不对？头摆嘛哈。哎呀，替摆啊替摆就能够。你知道能够把节拍弄得那么准嘿，至少我们没有发现他很奇怪这样嘿。今天小康老师还把这首歌的旋律节奏改成雷鬼哈，对，跟以往是不太一样的嘞。对啊，哎呀，所以就感觉到就完全就气象一新啊嘿。对呀。就你知道观众朋友一定会觉得今天节目很棒，好特别嘿，穿成这么古装跳雷鬼这样。我不晓得他会穿这样。没有，他对 key 的时候没有穿这样吗？对 key 的时候有没有穿这样？没有 key 的时候。对 key 来到现场看到穿这样已经来不及。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搭起来就是很可爱。那如果你看他穿成这样，你会把它编成怎么样？就好，可以。好。会跳哎。客家妹，他风寒送山东哎，高山嘹亮红绳。这也可以耶。可以，原汁原味就出来。我编舞是从我的 CD 里面的它的音乐的那种乐器，根据它的。那你有在教舞蹈对不对？没有教舞蹈，然后自己以前有学很多舞蹈，然后带进歌曲里面。对啊，所以小刚老师，你刚刚看他穿这样，你就应该就是要弹这个节奏啊。对啊。你要马上变啊。或许他的等一下分数会更高分。对吗？对不对？哦，我怕他下次只穿一半怎么办？你很会顶嘴耶，这人。我开玩笑。对，叶老师还没讲完啊，对，你没有逗。叶老师，你穿一半吗？叶老师，你穿太厚了。好，好，其实我是觉得呢，我佩服你还讲得下去。讲不下去了。但是真的值得鼓励啦，也是在讲，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子，他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去给他自己心肝清操嘛，对，很自然的我就这样子唱嘛，然后说实在也没有什么违和感。T 重要是这样，就是不管你怎么演出，它是很正常的，没有违和感。那像这样的感觉，就是在节目里面是最需要的，就是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一首歌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变奏，可以用不同的服装、不同的唱法，但是它就是客家歌现在新的精神就是这样。既然要走到流行剧，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可以尝试。我觉得这个精神是很棒的。对。所以你们怎么可以叫小康老师乱改？人家已经编成这样很用功啦。他已经赋予新的生命了。对啊，所以他已经做得很好啦。对。那不管怎样加进来，人家还是没有违和感的，这个很棒啊。你下次穿一半哈。某个条件呐。穿一半。好了，看分数了。接下来看落笔子的分数。恭喜哇，分数非常的高，非常好。继续保持阿姨哈，已经发面上真的动强壮、动活泼，完全就进入状况，咱加油，非常好，好吧？谢谢，回做消息哈，好嘞，杀来，来自美丽斯
批云带来东莫喊。好来，唐了。会唱我的歌吗？唱一下那干毛用试试，来。啊，那首是世界名曲，你不会啊？不，你唱了以后，这个感冒病情药物会滞销，嘿。大家好，我基本以东方语做咧做人老嘢大擂台，希望大家聽下加油，安之聲。上班下班，无限度唔定用班。七个三忙大变，感受轻易走盘。情来情去，喊起啥较简单。嗨，批云，各位主持人好。你好，還要見面呢哈？係啊。係啊哈。唔使咪來時間嚟叫。生意貴。生意貴，也係已經17個月呢。係啊。貴以前就係去年前年。去年。前年。去年吧。去年啊。哦。你佢哋可以批云，常常提都不會表演。對。對不對？對。是。在桃園的那個客家文化館。哦，是活動嘛，對不對？哦，很厲害。固定在那邊表演嗎？時常去啊。時常去。所以他有相當豐富的那個舞台經驗。哦，難怪他表現都很好。對。唐一這位老師。哪一個？這位老師來。我今俾一個分的原因係講你。當然對他的舞台動作師，你冇辦沒有表現的經驗。我希望當然對你的標準沒聽老拍曬參賽者他冇強用哈。我覺得你很特別的地方，所以講，以你的年紀，然後你可以駕馭這樣子的歌曲，你還上線做得表現到巴薩諾瓦要的那種鬆鬆的感覺，我知道懂特別。我相信你的不管係。之前的比賽也好，也係講喺表演當中，你一定要學習到動作、拍曬技巧，也係潛到你自己上線哈。跟接下來呢，我希望這個再進化一點，譬如講，你要去挑戰一些可能你一直不敢駕馭的歌，好，譬如說 power 比較大的，或者是說你要本自己上還要抖編發的喂，不然都一直處於娃娃音的狀態，你就。歌路就會顯得比較窄一點，你點解意思啊？當然啦，咩做像桂林老師講嘅，如果你潛到自己嘅方向，你就一直往巴薩諾瓦走，咩可以做得。只是講因為比賽關係嘛，你如果創造出這個風格做得咧，唔過因為比賽，你要看到批云他冇強樣嘅表現，好冇？好，聽一點，我知道你在肢體上面我覺得你還是可以在我特別講誒。起床，還是說表演的時候練歌的時間，少驚誒，冇卡要太驚誒冇。我意思講，可能 Hellboy 哈，唱歌很好，唔過你 Hellboy 肢體就只是這樣，就
你的意思哈，可以再多一些变化。很多韩星也都这样，不是吗？没有，对，但是他只有这样啊，他没有这样。哦，你为什么会模仿的这么传神？你是不是每天在家都是对那太僵的脸？最近新闻常常看到周子瑜。哦 ，Twice， 哎呦，不好意思啊，这个是韩流啊。批云，你看罗大哥出来呢，我意思讲。唱两种歌曲，那不用考来唱，我知道你有实力，那不用考来，不管用你要蛮看，你还不用出来，人家还看到你的实力，哈，不管係唱歌也係肢體，好冇？加油！我本當高分啊，我希望當然嘅高分的原因係我當感謝你要這個多進來挑戰自己，不是挑戰我們，是挑戰你自己，加油！好，謝謝。阿頭這位看過書好嘛？啊，我看批云的分數。3.5分呢，嗰個分呢？容易啊，係啊，繼續加油啊哈！好，謝謝。回做休息啊。好嘞，下來。來自台北市馬賽優愛唱《準不卡嘅路》。今日我愛唱的歌很多回家的路，兩首歌曲我上擺比賽的時間有唱過，不過上擺冇過關，希望禮拜做得過關。請大家同我加油，希望大家。我们又见面了哈。对。我还记得你。很可爱。啊，长大了呢。有啊。可是声音没变呢。声音还是很干净。很秀气的声音呢。懂腔力。清风。啊。有没有说很像清风？清风。有哦，声音很像哦。那唱一下那个什么？苏打绿的歌。苏打绿那一首叫什么？小情人。小情歌。小情歌。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唱着我们心头的百合。我想我很适合当一个歌颂者，青春在风中飘着，你知道。声音真的好像哦。对。对呀，就跟他就一模一样了，你的声音。对，很像。很像哈，所以他应该是你的偶像，对不对？对，很喜欢。啊，很喜欢。会唱我的歌吗？不是啊，他声音唱你的歌会
跳痛。哎，搞不好又有另外一种风味哦。真的、哦？哎呀，你想要练吗？我不要了啦。这样。那你唱一下那干毛用丝丝，来。啊，那首是世界名曲，你不会啊？我出道30年最红的一首歌，你不会啊？啊？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唱，现在唱。现在呀？现在就要唱。感冒用丝丝，咳嗽用丝丝，鼻塞鼻炎用丝丝。不，你唱了以后，这个感冒病情药物会滞销，嘿。佮他们奇怪，你又喊伊冲的你又安尼跟我讲伊。无啦，哎呀，表现都同好哈。基本也那边欣赏的公平啊。来，请罗老师。好，罗国立老师来。再有，我看到人名来讲的印象，这个名字我是第那看过，尤其谈到本人，你之前有来比赛过哈？有。因为那个你唱过本来印象董成，你永远是立正站好在唱摇滚那个，你前面头在国外按摇滚，可是你就是永远立正在好，你甚至中指贴裤缝在唱歌，唱严肃的啦。但是他唱国歌的时候是一直摇，有这种反差，是不是？好。你冲台的时间哈，这位老师马上来沟通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也很想，我觉得很有道理，我想一起来做，就是说，这位老师我先讲给广发提供哈，我的希望让你留下来，然后呢改造你，让你成为闹热这个舞台比赛里面有史以来落差反差成长进步最大的一个歌手。哦，当然是哪意思嘛？最后今天你这个表现是这样子。你在立正站好唱那个摇滚歌曲，基本上我给你本的分数等待，是给你一个警告。但是我们希望你留下来，因为我们要改造你。我们希望看你唱摇滚歌的时候就是摇滚的味道，然后看你唱刚才那首小情人的时候就是小情人的味道。但你又说，等一下偶像，你又说你给的分数很低。对呀，这个可是万一某歌嘞，万一某歌以为给我指的就不简单呢啊，刚讲。我给你哦，所以来讲嘛。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在推这个计划了，我相信你会过嘛，所以才这一番话告诉你。好，要不然我们赶快来看分数好不好？好，来看一下，安尼再右做的拿到一道分。来看马再右的分数。过嘞，你过了。你不要辜负罗老师的这个哈，对呀。好不好？细分只是给你小警告。是哦。好，但是因为你已经过了嘛。对。好不好？我们陪你走。好了，再次恭喜你，好不好？但是要加油啊，好不好？加油！好，下次见。好。好，来回座休息。好，流行歌曲组7位挑战的朋友已经比踢了哈。好。全部都过关！哦，哎呦，恭喜啊！哎呀，哇，你全部都过关，个安尼还没有再一摆好一些呢。按多人哦。系咩？动烦呢？跟用烦。哦，唔啊，安尼表示安尼所有留下的朋友，大家都同厉害哈。继续加油。好。无过关的朋友之前啊，哎呀，唔怕，喊你几只就报名。好。哎呀，安尼留下歌曲组比赛。多谢 CB 辛苦的朋友，谢谢哈。俺们看传统只会比赛哦，莫转台哦。好，也杀下来遐，传统只会好一线的挑战赛了哈。清明1礼拜，所以大几个的参赛朋友全部是同厉害，哎呀，系啊，有双面孔，有双面孔。有刚刚啊，过你开幕，安慰请，每一重的先收费，每一重的回线，你请都当面等着那落。是哎呀，
好容易发讲吼，一骨力啊吼，哎呀，骨力，善忙啊，哎呀，善忙大表为安尼客家文化安尼努力哈，真的。拍摄。好，你撞上鼓励。破下，谢谢。破下鼓励一下。谢谢。嘛，当欢喜啦，可以请到安多位故事来也去参加比赛，有试过较多朋友啦。广播平台嘛，对吗？比赛之前哈，介绍安尼金牌安尼评审团哈。好，李秋霞先生、梁光头先生、罗毅先生、钟宇先生。首先是有请到李秋霞先生来讲下评分标准。希望天气冷，不过分数要比热。要办热呢，就要看到大家咯，吼。迄几位安尼按道咧参赛者，咧7位参赛者，迄经过安尼会选。按照安尼咧，优秀的线数，选出来的。希望今日大家共同记得，安尼3个就会4季8节，熬死人民欢喜，特别注意哈，就是要莫紧张哦，哈。还有你声音的态势控制了好，口型注意口型，莫将个舌卤蛋一直乱都点不到最喊的喏，你要表现好表现，所以希望今日安尼彩草的所有比赛的参赛者加油哦！好啦，接下来之后今日比赛来。係 TV 來自台北市馮秀瑩，帶來評判。來，等啦。老年塔擂台來幾下拜咧，不過行得當緊張，希望大家人也搞有心嘛。见面了哈，哎呀，一九冇很多人啦哈，哎呀，要不然用香香又转来比啊，对啊，是包涵涵，是包涵，冇在想里面呢。做动态啦，做变成集团的耶，用的，哎呦，我唔知，要播自由下，新闻有播啊，没，伊旁边有一个播下诶，而家同我讲啊，成立做动态。给做美容的呢？医美。嘿呀，对不对？就是美发、美容、那个美甲、美发、美容、美甲、美体。是帮大体做的吗？就大家。黑啦，你的后背痛。没有。活人。啊，活的进去，美女啦，贵妇啦，贵妇啊，贵妇，做美女跟贵妇，时尚时髦类的，真的呀，对，你看头发就知道，这自己做的。哎呦，我们是说这块珠宝器这个不是，好，这个做呀。就是我们店里面那个店里面的员工做。哎呦，好按时髦嘅。有个白同行同款是收音机，今年一度洗。今年哦，我看一下，差唔多60空嘅样嘅，
那60有吗？60空哎。那个10岁藏在银行里。哎呦，10岁藏在空袋里哈。我72啊。72岁啊？他是72岁了呢。哦，跟你看捉迷泳应该哈，这脖子都很厚。刚吃到俺那评审老师，也罗英英有需要做吗？罗老师有需要吗？都需要，都是贵妇。全部都需要，都是贵妇啊，对啊，有男士美发。真的？美发那梁老师是需要改变哪里比较？头发。做得中美哈，哎呀，来谈一下那个。像秋夏先生。哈，来，我感觉今日可能係天氣關係，所以聲音後呢卡卡，唔知有感覺哈，這個有感覺了哈，係聲入，所以人生唔是超高咯，佢就是是聲音就是多有卡的入體哈，還有漢時嘅衝山歌。冲山哦，一个那，你看冲山哦，你看云是吃的云，我边境啊，冲山哦，要转云，不要弄掉喂，啊，还有提司机快乐多，不再建议啦哈，你讲身体健康快乐多，你咧平板最高音是累嘛。啊，你的快乐多啦，快乐，你的声音卡住，你就会绑不起来。我本建议安乐多，说啦多啦，安乐多。你安了嘛做咩？咬死咩做呢？咬上，你不要快你就唱的，你唱唔上去，人家就是安乐多，穷了咩？将那事业就没有做出来，意思没有唱出来，我哋这本在建议，啊，加油！謝謝。好，我哋可以再拿多一道粉，好嘛？來看馮秀穎的分數。恭喜啊！多關。哎呀，啊，安尼下200再過嚟聊啦哈。好，謝謝。係。安尼可以做消息哈。哦，謝謝。殺下來。來自新作詞。賴秀穎而帶來3個字。來，談過啦。三次走秀啊，你看。裡面總按講的，好評論。那麼他是用古早的這個馮古黨為中古人呀，對啊。啊。你那個有點像 P 檔。媽媽也喺度寫。今年96了，經當上嘅呢。當上嚟啊！要拜來佢上二來，將我喺喜好，佢40個會爆風嚟講。哎呦！天3拜來鬧嘅大擂台，希望大家人係聽鼓勵，謝謝。謝。
是哈，哎，又见面了哈，你好，哎呀。秀英姐之前来过，当多年嘞。来第多摆。啊，比那摆第三摆，改变内服改变去2摆。哇，你啊！哦，之前体验89年多的还有。真的哦。还有。哦，也已经民国多。105年。8年。10多年前啊。冇吧，98年。我那在不空的。我来喊一下89年。我那节目中还蛮亏死，那89年你那比啊。98年啦，那时候我脚不好，我的脚有开刀过。啊，现在有比较好了。冇做痛点嘛，做痛点就会摆脚。哦，做嘛呢？后面带啦。那个呢呀，风湿。没有7条弯钩。7条可以弯钩哦。做对啦。哦。我这只有弯掉。cái行路還有乜嘅問題嘛？做忝就會動，用隻切條會動順樣。安尼啊，佢也來行一下呢，也比如做咩模特有冇？展示走秀安尼。咁樣種嘅按講嚟行下來，行出來呢。對嘅，按嚟行出來，看真係唔曉得。啊，費事啦。係啊。我等下行啊，騙解說，模特走秀有冇？有没有这个人？来啦！看乐来啦！我们现在介绍这一套是属于我们客家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服装。看乐。那么它是用古早的这个风古董我中古年呀，对啊。哦。你那个有点像 P 档哎。啊。你当我中古年啊？捉弄啊！按규모見面咧，相同按神奇啦，吼。你呢都愛哦。你呢是哪？因為唔多，係啊。我當然你同先修飛我有親自訪問過嘅啫嘛。按槍按多久誒？加專業人呢？啊，我又唔係條哪有問題嘅。其實你假是講愛把愛真的還是會記唔得。真記得冇啦。唔來按多擺，我當然記得啦。2擺添咩？有。記得。簽唔限啊？簽唔限嗬？係啊，佢按多有限來比啦嗬。有咩有唱到辦公嘅喎？真係啊！哦，中天道菜你喎。哦，佢唔放到會來，係啊。啊，太順向係放萬願望啊！最近實在呢喎，係啊。我們哋喺有個關係，還是放到本身。見佢聊吹人嚇，佢公平下嚟。公平。梁老師。我哋首先這個見講就見到會好講嗬，然後我相信你係一片嘅種菜，一片見長山嗰個關係，所以我看你心情當好啦嗬。上台我哋師傅啦，講我哋海軍啊，訪問而家嗬，你當要會好演然後當好心情嗬，前好聽話我講嗬。長山歌哈，我哋要老山歌嚟，山歌是偏白嘛哈。和山歌子來講哈，是一小口號冇長哈。但是聽話啱長彈樣幾首長了之後，你故事唔好也上嘅戲，和第二咪為數嘅拉哈，你也下嘅戲啊，然後最將長歌嚟講，第二下嘅戲，故事唔上嘅戲，就當基本嚟，你做到，你條件做得到。依家為數哈，是最尾嗰種我諗建議啦哈，係咪做下參考哈？像貧窮富貴，命由天嘅為數，命由天哈，命由了天咯，由天嘅為數由，人哋講要那個從到山上，啱嘅不進班，為慳又好談我嘅建議啦哈。係啊。冇問題用誒，冇乜問題啦。係咪？安尼。鬼吹人，鬼唔會查。係啊，鬼到身體以後。對啊，你唔是鬼啊，鋼機大咗。弄鋼機啊，輕鬆嘅。一種要記憶啊。來，接來看一下賴秀英嘅分數。
有通过吗？谢谢老师。哎呀，讲起冇问题，因为内股的经验较菜啦，哦，较丰富都冇问题。繼續加油啊哈！啊，講乜雞咧？講後台係嘛？嚟，好，謝謝。好，萬字寫，殺下來。來自新竹竹東林桂蘭帶來老山歌。好嘞，彈我啦。非常感謝農業大擂台了安徽舞台，來半年我了曬了從山歌嘅來發揮，所有嘅鄉親喺即刻讓我鼓勵林桂蘭加油！參賽擂台，先放放難，相愛了。几首歌词，为听人呐，你拍主持人好，桂蘭姐好，所有的鄉親大家好。哎呀，你好，阿蘭娜你好啊。桂蘭姐啊，唱的安好，就愛來。有啊，係冇來我面媽你啊。才是唔來參加比賽你冇？有啦，有啊。不能冇上一來啊。冇上一來呢？唔係意思啊。唔係啦，有報名嘅都話唔來啦嚇。係啊。我係咧要報名。係啊。唔係啦，按人。佢係這位按人去。按人。媽媽愛顧啊！哦，媽媽，哦，媽媽喺度寫。今年96咧，嗰年96啊！哎呦，媽媽你好，哎嚇。啊，補充啊。係嘛？林媽媽，林媽媽，林媽媽嚇，跟當相兒咧。啊，當相係啊。當講音音藝啊。係啊。你講個用啊？真係真係。要拜來佢上愛來，叫愛喺喜好，甲45位包風係冇。哎呦！係講拍我喲，96歲呢。好，我會啦，我保1年嘿，一元復始，萬象更新啊！結局冇當好喲，他冇出來。真的哈。讓我去唱唔愛彈。對啦。啊，唱本媽媽。冇啲啊，唱本彈，安尼過年咯，冇迄個是成績當好哦。進入安尼吼季冠軍的比賽時間，你就做得來啊。來一番吼。我真係包紅包本。好。紅包落嘅本，梗係包飛機先多啲咯，飛機算你貨。哦，包貴要算你貨啊！所以其實以為嚟參加就係為了唱歌本林媽媽彈啦，很孝順啊。特別妹妹我要表演啊，表演是上 F。你要表演啊？表演上 FB 俾媽媽看啊，媽媽看到真歡喜。哎呦，所以你算專業嘅哦，所以佢安排唱都在唱到樣板，對嘛哈？啊，嚟彈一下那個。羅茵茵老師。
桂兰太姐哈，基本伊表现到整體講起來，我覺得非常嘅好，就是可能伊參賽嘅比賽經驗又累積起來，所以呢感覺伊嘅表現都落落大方，所以從起來呢本人感覺唔會為伊緊張。不過講轉來應該上任，基本伊當好當獎，所以我哋談應該上任。唔單淨係清亮，還處到嘅奧斯啊，人民投入注意，你係呢當加分嘅位所。佢本人建議就係講，你不管係從哪期嘅數每日嘛，數到下降來，因為你在北度動態，所以你係數日嘅先呢，會留一絲絲嘅回音。喺你耳機彈起來，嘅溜點點嘅認下來，就到講，你係講數到下降來，彈起來會喊下好，喊個你嘅每日嘅時候，我有建議就係第三季，為體日嘅會，你咬時冇當清楚，所以了解時你係做得從下降掉，要喊下好，喊個第四季你。配也配，兩隻配第一隻就冇按獎，第二隻配我去當就唱到下好。你配了，也配呀。好，咁個整體講起來，我本意當好嘅評價，是冇呢？跟媽媽就歡喜咧。哎呀，你應該冇問題。咁我哋先看下分數好嘛？看一下林桂蘭嘅分數。師母感謝，師母感謝。哇！媽媽我要鼓勵咯。感謝咯。傻批了。TEV 就按高分了，35分。好，謝謝謝謝。恭喜啦，恭喜啦哈！謝謝師母師母。好好，趕快去找小鮮豆。我係鬼潮濕誒，我俾講。好嚟，殺下來。殺下來，來自桃園中啦。哦喲，相同桂蘭啊。用到桂蘭哦。用桂蘭，今日帶來。係聽到林桂蘭嘅用桂蘭評版。哎呦，中央來彈講啦。今日千歡喜來到了農業大擂台，天拜來當緊張，希望今日有好嘅成績，希望大家。桂蘭姐，誒海軍啊，以後喺度名啊改桂蘭，係啊，羅桂蘭，係啊，哦，朱桂蘭，朱桂蘭，誒用桂蘭咧就冇啱冇唱過嘅嚇，啊，T 拜來呢？T 拜來，T 拜來啊，T 拜，咁我當面送咧，有嗎？你喺之前有皮麥來過？冇啦，可能跳到桂蘭人跟應承怡啦，唔識來啊，T 拜。
哦，佢暗會創嘅我也下當來。乖嘞。啊。我跳歌唔識唱嘅甚太跳呢。特別全部唱流行歌曲。流行歌曲。哦。暗會唱到用版。用版。來。唱下欣賞。好嚟。咁你桂蘭姐嘅表情真好，笑容真好，啊你啊點吼，親定一下，嘿嘿。我第一擺嚟參賽有按嘅表現吼，按嘅台風是親自演吼。唔過當然啦，係你腔腔有缺點，所以讓講出來哈。你柔軟度有啦，好柔軟度哈。唔過山歌唔係山歌，山歌啊，唔好山歌，歌唱山歌。歌？哦，有啲康師爺嚟，我有啲康。當然咯，山歌歌唱啊，你山當唱山歌，我叫山當冇腔腔哈。還有，我一直感覺你嘅輸音嘅時間嗬，像個練啊、填復數啲輸音嘅時，感覺你希望把足。還有來嘅嘢，聽呢啲，我是本隻經驗，因為可能下少比賽，下少出嚟唱歌。唱條山歌來嘅，來嘅了嘢咯，你咩？來嘅了嘢咯。是啦，你按唱。咪嗦啦西啦咪嗦耶咯，轉有按轉，冇得，很多太過分明。啱你係對，唱你唱平板，你講三態調是潤嘛，按你來潤咪是變成咗硬嗬。還有後上彈轉呢隻素材，提起機，你後上你就彎起，冇彎起。四級八級剛開始講四級八級嘅注意，整體嚟講，今次按個表現到還做得平平，唔過下回你再加油，你能夠更加好嘅時節，然後桂蘭拼起嘅。看分數，好啊，嚟。好，來看一下楊桂蘭嘅分數。紅歌冇問題，哎呀。繼續加油。哎呀。哈，有冇票第一片？啊。桂蘭變桂蘭，哈，係啊，福氣啊，哦，謝謝，坦白來變到，我變到，好，加油啊！就這樣，好，回座休息哈。沙來，哎呦，面濃嘅來咯，高雄面濃，劉永利帶來3個字。看啦，俺家拜來弄一大擂台，係天一拜，也拜一唱嘅係3個字，希望大家同嚟加油。又見面了哈，係啊，第一次見面了，第一次哈。哦，第一擺了。時間係幾久？1多年前。去年第華師嗰邊。啊，去年是哦，你算前年的啦，算前年差唔多，係啊。啊，哦。啊，感覺奇怪係，
阿里巴迄高雄民农，奇怪，你先修费用比了台北喏。因为省长也好，很忙退休。哦，哎呀，真的退休诶！突然间退休。对，你那做有曲个啊？天台。天台哦。天台啊。哦，电梯啊。电梯。天台啊，天台了，天台。天台。糖豆以为是电台呀，就我们收听的电台。哦，原来他是做电梯呀。天台啊！哦，天台在里面站着按按钮那个。哎呀，欢迎光临！哎，没啦，不是啦，没电梯先生哩。做保养天台，保养做保养天台。啊，你做几位呀？上来台北做了10年。以前喺台糖公司做了30年。所以他们是有听民农啦，哈。几乎2禮拜會賺1禮拜。下擺1禮拜最少1禮拜，你怎樣咯？哦，爸爸媽媽還喺聽民農。冇，爸老婆哋都民農。哦，所以也帶台北嚟啦。冇啦，啊？退休誒？退休就轉去民農啊？轉民農啊？真係。但係見係要最緊係要係唔正樣啊！正常喺我係退休係都歸民農咧，見係唔全完全都見。唔點樣啊！公司即真係在變啊，你啦。哦。變化中啦。退休金還忙2度了。係啦。春天配下嘅啦，退休金。哦，對，一講好了，當做退，開玩笑哦。很辛苦嘅工作。你公司變按舊，對嘛？不一樣。係啊，哎呀，就反正較閒嘅哈。較閒嘅。就開始創國嘅，係啊。就創國出嚟行啊嚟，以後，有時間啦。今年唱到2版咯，有唱到羅英老師好了。好，你話幫你好哈。首先呢，我係先講，我非常喜歡你嘅上任，哈，因為你嘅上任，唔單淨係強力哈，韓國同起來當親切，所以你嘅上任係講來從三個我去到做得發揮到很下好。咁個就講吼，你根本你創嘅吼，本你則建議就係，譬如講你嘅第一季，吼出外向，吼第3季。鬼故離，吼，你係為所呢？你加計嘅虛字啊，吼，可能我去到睇到咧。譬如講，從咧出外向，吼，外你係學到向，吼，到學，吼，過去就好咧。咁講喊東岸我係加隻愛喲向，吼，談起來就到咧。喊到呢，你轉人咬時就很麻煩，吼，你就會讓向你從後邊樹木應該些，你係戲呢可能。準講係少，唔過咪冇講。春來了香啊！喺另外呢，我要先講咯，我當中人你長計你係上任，喺個貴族談起來感覺，唔過當打上你第3季呢，你強迫咧，嗬，你就係客體嘅問題，唔過呢，我係希望有機會就個看到你啦，嗬，是冇？謝謝。而家嘅創好，你強迫嘅，你我都冇學到。係啊，以前不知多麼水，哎呀，不然即想啊閉目養神一下，哎，強迫啊，打上。唔係講打送，快提。快提。很鼓勵再過來。係咪？反正人家退休嘅咩？係啊，閒啊，嗬。唱歌嘅身體又健康又好，誒心情又好。來，看一下。來，家家來看劉永利嘅份書。家鄉情。見面了哈。見面。來過一道拜。第13季嘅拜有。哦，係啊，我都嚟第13次啦。第13次。10年啊，來見啊。你記，哦，係啊。唱歌按亮。今日嘅頭腦冇這種樣嚟喎。我被講。有樣啊。可以哈。來，家家來看劉永利嘅份書。
是公平公正。啊，你个反射。他搞个比赛规则，他搞做这样的行。游戏规则做完，好冇？是你哈。还是喊你拜早来哈。谢谢。啊，等下这个时间哈，看下个天台嘛，问题上同埋保养下嚟哈。多謝你。啊，保護我哋，好。謝謝你。沿路看下實在順順哎。謝謝你。是這樣，好，排隊。啊，我哋撒下來。來自新竹寶山，用保育帶來羅山歌。哎呦，寶山做很多保育啊，嚟。今日來到了位鬧熱大擂台，希望可以講順利來過關。天穿一来，冲山歌来，太高了。糖豆啊，小河啦。客家乡亲，同伴乐难，期望了。今年啊，书生到那。哎呦，哎，保育季。你好。好，两位主持人好。啊。又見面了哈。見面。來過呢度拜。第13季嗰擺有。哦，客家人都來第13次咯。第13次我要頒獎本呢。13季，哎呀，已經16季嘛。17季，哦，所以4季以前，Q 年。 4季以前。Q 年又來，重新挑戰，捲土而來啦，哈。對呀。對呀。哎呀，拜新情用呢？有吃新冇？哦，重的咩？哦。來，談一下嘅嘛。江老師。按保育小姐呢，你從誒羅山歌，彈得出來有經驗，彈得出來也以為唱哈。但是我知道羅山歌確實係冇簡單，要不然唱到不然彈到舒服，不然彈到非常誒熱心嘛哈，也是其冇簡單。像你唱那些我知道有點沉重，哈是講你你上腔啊，冇進行那些就不流暢。 就像你做送海，你都冇放心，所以你呢冇辦法當自然行路，你按一步一步行路，嚇，就同本人感覺到你不自由嘛，冇自由，用講好嘅咧，比如講一場步履蹣跚一樣。感覺上他腳步出去啊，腳步出去又得我衝啦，像呢場天穿日來唱山歌，其實呢天穿日來唱山歌，佢就係一句話呀，你唱嘅時節，天穿日來，讓人家已經不太舒服了。 好，所以我知道你做得唱，就從兩個講法，你嚟感覺哈。天穿日來，唱山歌啦，
好，你係講你做到流暢，你的聲音是，你嘅聲音係做得表現嚟，你頭前是將你大家是將你戲容體咧，後邊你表現是情難，當然講有韻味、尾音韻味、拖腔咁樣咧，所以婁山歌最好表現是在這，但是最難做到也係兩方面。因為婁山歌講這個前奏刷了以後。其實停下來，就本自家好好的表現的嘛。係講到前奏哈，我也有一個看法，是講每擺呢從婁山歌嘅時節，你嘅前奏呢變下來嘅時節，睇睇你嘅鄉親朋友啊，會聽緊張啊，馬上就要進歌。其實當當叮當當，天傳一來，開始講故事。好，你當當叮當當，天傳一來，表示你動緊張。這個是在3板要進歌，按那時間哈，你就是要順能機啊，哈，希望你按自身從容不迫啦，要在那個節奏音樂裡享受那個氛圍。安尼參賽朋友，安尼電視機觀眾朋友哦，一聽就爽一口，哈哈，很好。哎呀，所以大家以後佇婁山歌謠來唱，係，超緊張。很緊張，係啊，好，唔好緊張啦，要看分數嘅。分數，係啊，看到以後真係緊張，好唔好？好，嚟看一下，用朋友嘅分數。所以冇問題啊，不要自己嚇自己啦，係嘛？哦，這一個哎呦，我心腸又冇好，又樣樣嘅，呢就係啊。不用強上來，好。分數按高。哎呀，我相信我100比100個較好。好，安子生，加油啊！加油！加油！啊！加油！喂，唔好都唱下先生嘅咩？唔好黑面，加油！來殺來！嚟自桃園市王相同，帶來平板。對，睇我啦。今日呢，同管理來參加了呢。人哋鬧熱大擂台嗬，希望大家呢然後加油嗬，什麼呢？两位主持人好，安尼記，哦，係啊，唱歌按亮。哎呦，看下個條男冇知道更生人樣嘅喎。喂，我未講。有樣啊，本來想我剃光頭嘅啦。唔見到有幾有樣啊，講到係真嘅。我睇嗰個戲子看起來是像嘢嘅呢。想我剃光頭嘅啦。係啊，角頭老大嗰種感覺。害怕有冇有？還是乜個堂嘅堂主呢？
王祥堂堂主。对啊，堂主。王祥堂堂主，这个做堂主。这个做这个堂主。哎，家介绍我带奶嘞哈。我带投烟去。跟唔踢败来啊？我踢败啦。我咪踢败参加3個比賽。之前呢，一般呢，攞波也冇比過。我冇比過。啊，流行组都冇比过。我咪冇比過啊，係。踢敗就掀崩來的腦熱大擂台。錯。哎呦！講哦。安子水，安子水，係啊。感謝感謝。跟住我跟學一句嘅咯。創3個創一句嘅。上年來嗬，秋霞老師係我啟蒙老師。哎呦，既然記得冇？咩？因為搞嘅桃李滿天下。因為有朋友本來仲夾個 VCD。哦，可以啊 VCD 啊。因為那裡面有歌詞，所以說我聽有。係啊。安尼嚟彈一下啦，好嘛？好，那就唱呀，安尼 VC 啊。啟蒙老師。啟蒙老師，秋霞老師。而家學一下，哎呦，誒，我總唔有即個學生喺度比，安尼冇公平啊，係啊。哦，原來喺彈嘢 VCD 啦，係啊。你啊，王祥堂先生吼，你講用彈 VCD 是能夠將它3個全視都按，實在是不簡單。哦，當然你啊要先生教，唔過要強調我本就建議啦，你上面先睇下冇。哦，準備啊以後，我有記得啦吼，我有2隻裝飾音哈。有錢沒有錢？有錢了沒有錢？有錢。啊，有緣，有錢，有緣，嚇！你記得是嚇，小嘻嘻，係木燒學，你啲微信，你冇問題哦，記得咯，4季8節啦，啊，有外加咁講，人家唱歌係咪緊張啦？你唱你按小嘻嘻，我都加幾好嘅呢，係，台詞上你就會講，問題嘅所在注意，係要冇做2隻，嚇，要裝飾音，你要到4地位唔要6類按嘅，嚇，按分數學會更加好，進步好，會幫你進步嘅空間，加油！好，什麼？加油，要加油！有進步嘅空間哦，喺這度看一下人家嘅分數啦，好唔好？來，繼續來看王祥堂嘅分數。好嘞。哇，呢個分數大好，好嘞，哎呀，恭喜哦！加油啊！恭喜恭喜！哦，恭喜哈，安子姐啊，謝謝，好嘞，回座休息哈。你今日啲7位參賽朋友已經比睇了哈，有6位過關。哎呦啊，剩1位朋友唔怕哈，安尼節目還長長久久哈，有幾位走來啦，係啊，還轉入來，走來報名，好，報名專線0919388398，還有晨晨天發0227778231。嘿，等日頭嚟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阿咪多謝4位辛苦嘅評審現場，謝謝。多謝俺辛苦嘅小飄。謝謝老師們，謝哈。當然啦哈，大家冇記得咯，下禮拜9日嘅時間是看呢，腦熱大擂台，腦熱腳下來，真係拜拜。